台湾每年都要进入超高龄社会，长照需求增加。新北市第一间有提供日间照护有大长照单位，到设在南口。未来会当提供104位时段无共需求的长照服务。上届特别的，还有引进智慧系统，透过科技，这照顾嘛会当更加周全。 伫温暖的空间，带时大做运动，隔壁阁有互时大耍大耍的空间。这是由民间基金会起的新北市政府协助的长照机构，新标天生机。这是新北市第一间提供社区日间照护、甲大塑型的长照机构，初次举办落成典礼。但是有一天，你们也会跟我一样，我们大家都有这个需要，所以我们全体台湾2300万人，大家都要念之在之的关心老人的问题。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超高龄社会来临了。如何让长辈在地安养，在最快的速度里面，我们希望新北市还有第二州的天使机。天使机通提供104个长者照护服务，其中22个名额提供予弱势长者免费使用。伫室内也引入智慧设备，除了传统人力照护以外，加上高科技，也通提升照护品质。 长辈进来，我们会有生物辨识系统做一个智慧监测的部分的住宿型跟失智家屋的部分，我们会有离床系统的通知，也就是长辈下床的时候，会有系统告知我们说，长辈离开床位了，那我们就避免就是会有一些跌倒啊异常事件发生。 新北市老人人口占比已经超过10%倍，估计每年会超过20%。加上少子化照护机构需求会愈来愈悬，而且根据国民健康署的估计，未来10年失智症人口会愈来愈多，也显示特殊长照需求正在增加。目前天生机启用时间也未确定，天生机希望因通加做一个例，鼓励愈多人关心长照议题。记者郭文林、杨凯新北报道。